么新竹北埔有浓浓的客家味，也成了很多民众周休2日旅游的好去处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北埔的特色擂茶店。怎么说它有特色呢？其实民众在这里可以一边擂茶，还可以一边听民歌哦。因为老板彭耀峰除了会自弹自唱之外，也唱民歌、唱客家歌，还会自己改编歌曲，民众可以完全亲近在客家的氛围里。我们擂茶的时候呢，就是上面固定，下面画圈圈，对。自己动手 DIY 绿茶、芝麻，未加花生，要把它和在一块儿变成粉末状，真的要花点功夫。不过这就是著名的客家擂茶。在北埔老街的这间店，不但能体验客家特有的擂茶文化，还有民歌可以听。自弹自唱也有好歌声，他是老板彭耀峰。民众一边听歌边擂茶，再吃点小点心，这样的下午茶很有意思。因为民歌配擂茶，这可是全台独家。身为客家人，当然也没忘记要宣扬客家文化，所以他也会唱几首客家歌，让大家感受客家氛围。而这一首老板改编的《来去北埔》，更是唱出北埔的美食和美景。3、5好友齐聚，每个人都很陶醉。而老板除了弹吉他，拉二胡也很了得。用自己制作的二胡在百年老宅里演奏，有老歌可以聆听，也有古物可以怀旧，复古味十足。这样的午后，民众赞不绝口。老板会唱歌，有气氛，很温馨，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客家的这种传统擂茶的味道，还有就是这种新鲜的擂茶的感觉，然后这种 DIY 的感觉非常好。虽然他叫我跟他一起唱，我不太会唱，但是很好听，给他一个赞。民众很满意，因为老板真的很有趣，连店门口都是舞台，一唱了12年。智能吸引目光，彭耀峰变成老街焦点，还有人抢着拍照，就像北埔老街的活招牌。唱民歌、客家歌，再到民众体验客家擂茶。彭耀峰用这样的方式另类宣扬客家文化。一把吉他在手，彭耀峰唱出客家本色。悠闲午后，3、5好友聚北埔，当彭耀峰的和弦回荡，百年古宅里寻得感动时刻。